现在去前面那个岛浮潜，我感觉这里的水又上升了一个层次。哇，这里有海星啊！红色的海星这么多，哇！这边还有好多。多少钱呢66斤。就你那个关系不用太大，就中的那种。我买了个更大的龙虾，红色的，80。我的你是在码头那边。可以来得及，可以进去拍照一回。我们。